太喜欢了，就是这个味道。这好的鞋闻起来都是香的，你要是连穿3天能把它给穿臭了，我说你厉害。你过来泉州晋江找我，我请你喝8+1行不行啊？这是来自法国奢侈品牌杜莎雷奴的冬季新款金标系列的阿帕奇，它做到了 oversize 的版型，告别了传统大棉鞋的臃肿感，男女老少都能穿。重点是皮料环绕到了孟加拉的纳帕小软皮，耐光耐燥，舒适又透气。雨花石的纹路，小金边的设计会更显奢华。3.5公分的跟高，格莱姆实心发泡大底，软轻弹的脚感，内里更是加绒加厚的亲肤 baby 棉，鞋口位置加高了2公分，高帮保护到你的踝关节，位置不受冻，立体挺阔的同时，哪怕你在北方寒风刺骨的35天都能穿。喜欢吗？不妨赶紧点开头像来找我，源头工厂，一双都是工厂的惊喜价。